我们在练团，不好意思。远洋啊，不是阿力开球。这首歌叫《我心所属》。哦，是我先说的。对不起，我直接把歌单的歌跳过去。我们最近在练习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歌单数位化，人手一台 iPad。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演员。他刚刚介绍的，帮我剪掉好不好？只要去唱一首歌，我心所属，谢谢各位。Mahalagang ako, kukis